艺人马国碧自从欠下5000万的巨额赌债，这几年来一直拼命工作赚钱还债。他现在搬到定居彰化，去年开设早餐店营运顺利，最近又开了鸡排店。他说现在努力赚钱还债，还剩下800多万要还。艺人马国碧下油锅啰，熟练的帮鸡排裹粉、油炸。这是艺人马国碧开的第2家店，位在彰化闹区。5年前因为签赌欠下5000万赌债，把身上积蓄还完有3000多万。这些年一步步靠着开 Uber 卖产品赚钱。去年在彰化开设早餐店有成，1个月可以营收30-40万，稳定收入对还债很有帮助。艺人马国碧新闻爆出来的时候，外面负债还有3000多万，那现在就是这5-6年已经排了将近1000万出去了，现在剩800多万的债务，人生已经看不到未来，看不到彩色了。有小孩，然后爸爸妈妈，然后就觉得说我不应该这样子，应该要好好的重新振作起来。为了还赌债，马国碧放下身段做各种工作，直到投入餐饮业才算是稳定下来。鸡排店筹备时间长达9个月，亲自尝试各种炸鸡口味，就是要做到最完美。艺人马国碧，我只知道我胖了9公斤啦，不同肉商的肉就要一直交叉去试，多得了1-20片有吧。粉丝认真还债，有肩膀啊，男子汉可以作为我们每个人良好的典范。马国碧目前定居在彰化，早上经营早餐店，下午经营鸡排店，时间有空闲再接演艺通告。6月时还接拍了一部国片，就是希望在此之前把鸡排店营运上轨道，希望早日还完剩下的800多万债务。